繼續來看，行政院提出着無人機特別條例，讓納白來封殺。納白黨團嘛攏提出着家己的版本，其中國民黨是編2400億，以6年為期，而且採取着年度預算的方式。但是行政院真擔心會敗退着其他社會福利甲教育的預算。國防部長顧立雄嘛提出着伊的質疑，伊希望拿贏講好清楚，若按照着國民黨團的版本，是不是真正有穩定的財源？打造不對稱戰力，更是刻不容緩。那尤其是無人載具呢？立院質詢講到要安怎反制中國軍艦的侵擾，原來講到準備無人載具的着急性。實際上，在野黨納白黨團嘛，佇咧昨昏，個人公布無人機採購條例草案，不過攏要求以年度預算來推動。對這國防部長顧立雄嘛表達疑慮。看了我有點困惑，真的提出這400億的這個預算的，他是不是毫無意見的？一定會全數通過，還是說他會像審今年的拖延審查，再大看這個？顧立雄就直講，希望拿贏講清楚，因為若照國民黨團的版本，咁真正有穩定的財源。因為詳細來看，國民黨版用年度預算的方式，未來6年逐年編列400億常態性的公務預算，攏總2400億，就要立院逐年審查甲監督，定下2年來國產化比例愛50%，4年來愛80%的目標。民眾黨團的版本同款要甲無人機的預算用公務預算，而且愛建立處罰，避免唔將廠商來騙補助。行政院是希望用特別預算的形式，為今年8月到2031年12月，逐年周邊預算到上濟2100億，項目包括濱海艦艇型無人機、濱海攻擊型無人機、和小型自殺無人艇。有特地把規格提高。美國的好朋友也直接跟我們講，我們不關心你是特別預算還是公務預算，你們表現你們的決心。我不知道副部長為什麼會特別鍾情與特別預算。拿贏質疑無應該堅持用特別預算，不過行政院嘛示警，在野的做法可能會影響到社福、教育等其他重要的公共支出。那無人機的建軍完全挖空年度預算進度可能受影響。不過為中央到納白版本，攏會佇咧初三立法院會做會復位審查。今嘛調野看起來對編列的方式已經無相同，拜五定着會掀起激烈的攻防。